好，我是郎祖云，哈嘎心思抢色爆米厂，是的，就是爆米香呀，就是最传统的下午茶。一块呢，一堆个爆米厂，然后呢，喝一杯茶，是小时候童年最愉快的回忆之一。不知道各位现在还有这样的回忆吗？俺谁汉的时间，就糖多个铁罐男友，空开始打嘞，你就知道爆米厂的人来了。这时候我们就会跟妈妈要一铁罐的这个白米到楼下去排队。蛋就会有好这个爆米厂，嘣一下就出来了哟。好，也哈我哋自家来享受咯。就请给阿 King 姑老太家讲一下，其小汉的时间，给爆米厂因为马个情形呢？请我们的阿 King 姑，请开始。那老师咯。大家好，我是刘信庆，谢大家向我咯，陈独头阿庆姑當後搞當為撩煙哈，當陳，見到咧唔係咪散煙咧？因向我咯羅古督阿慶姑真後講古，這邊講嘛嘅古咯，我哋講咧，大米倉，好容易咯。爆米香哦，我发你张图哦，图顺头我还写一首打油诗，爆米香，较紧提米去，紧嘞烟耳朵哈，好嘞，真好食啊！个大米香有买点东西，该加出呢。我哋讲个大炮冲用的新的铁杆呐，上盖啊，铁做来，安是佛该大米厂的也是有两三沙，两三沙有乜嘢啊？该是去装去创，甚至很个爆米香哦，爆米香，糖多的人呐，这干纳米是没用钱买了，这干纳米是。有糯米那糯米，有糙米那糙米，有杂米那杂米，还是可以掺提的米啊！那是要买呢？这爆米香啊，个机器人家去挑，这个米倒落去，你用个火把了，个炭的火啊，小不筋慢，因为这米一落去，咸涩涩。要按样个机器人搞到密不通风，按其这里是搞，但是它搞一下米会烧，它气压会升高，个空气呀很紧，那密度增高之后呢，会把那个米啊挤得比较小，果些。好嘞，去太阳师傅地方好嘞，样加就是哦，那个米孔的一面咯，冇些这样，个大概开个鬼吼，去只铁锤，然后敲下去个鬼是啪打开了，嘣一响，个其实也台了，个你只台了用眼线的做个，形，样是。倒啊出来，嘣上也会弹出来，基本上天然哈，没有弹着，嘣弹出来，个米呀，它把一些是原来是细细的，嘣哈个米它变动材料，它就五台材料了，硬材料无，是呛的，送呛，铺啊个木兰那些。铺莫来个美的糕芒拿汤啊，煮了倒落去，还是佛那个样装不进香好早啲的嘞，切了一袋嘞，不你那转起，讲那一滴考几多钱，贡献本金，你是干那上贡献本金。你那么个米一绑出来个米仓啊什么个东西，所以乜个也做得。比如讲，我哋爆小米，
剃头米，你会带了糙米、白米先就得，味道是冇重要。先生子，成日都谈到个爆米香哦，哎呦，实通讲了那年时，米都涨多了，就年时，睇这个摆着了，一放可以杀，有一杀，先生子，成日都当分样，你滴了米放那咗嘢，依然太多，贵太爆哦，是到当条，讲是某某个零食好食了，可是非常好啊，爆米花总系冇重要哦，真好食真香，羡慕睇这个。崩了！我相信刚刚那样的动作是很多人在童年的时候都做过的动作。小朋友啊，全部就排在那个崩米厂的车子后面，就等着香喷喷的点心。这样的画面，也许它可以被停留住。除了 Kimco 的画作之外呢，客家子弟钟荣光，他用他的摄影镜头，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画面。现在，我们就透过他的镜头，就来看一下他生命中所记录下来那一段美好的客家风情。相机绝对记录出多少心情，一种、两种、三种。虽然相片没剧情，只有讲样，但还具有一种冲击人情感的力量。这条相片曾经获得国内外大奖的肯定。而这条相片的创作人，正是今本的主角，热阳太师钟永光。一位在屏东高速状态的客家人，从小在中下状态的佢，老太自然亦出有亲密切的接触。那因为生活在中下的原因，让佢对自然界嘅各种事物感觉到十分好奇，更因此培养出来敏锐的观察力。基于安尼嘅好奇心，在一张偶然的机会底下，接触到了相机。从此就上得不用他了。我的第一台相机呢，就是我的父亲呐、在我当兵退伍以后考上大学啊，他为了奖励我，所以有一次放暑假回南部去，就他问我说：“你要不要照相机啊？”我那时候想说，照相机很贵，对不对？怎么好意思叫爸爸再花钱去买？就他说不用，衣橱里面就有2台啊，你自己去拿1台这样子啊。我说哪边来的相机啊？他的朋友借钱哦，没有钱还，就拿来当抵押品的。就后来就选了那一台Pentax 的那种螺旋式的镜头啊，那种的相机，那相机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我就放在柜子里面呀，就这样开始我的摄影。从这台相机开始，你把学校有发通。一位只听钟永光负责摄像，除了负责摄像，还来从事整理相片。在安阳的练习当中，钟永光的摄像技术渐渐获得好评，佢也层层的本安阳乡村之间的情感所吸引，并且让佢所钟爱的那一片土地留下来一张摇听。那是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把2年来拍的照片把它洗成小张的照片，5x7英寸，就把它贴在就8x10的纸板，白色纸板上，然后我就自己写作品的名字时间地点很仔细的，就拿去请这些老师指教就没有想到，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给我很大的鼓励跟称赞，所以我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一种被鼓舞的感觉，所以越来对自己的看法就越来越有信心。
我记得我在1980年的时候，黄昏下过一场雨，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在家乡的老农溪边呐，我就从黄昏一直看到天黑为止，我就拍了一张照片。那个作品的取名叫源，饮水思源的源啊，在那个地方我就跟大自然做一个对话，我就跟大自然讲话说，我从现在开始啊，我已經下定了決心，我以後要把攝影當作一輩子的工作跟事業，我要成為一位攝影家。超圖培養他學英文呢嘅總用講，畢業之後並冇選擇英文相關嘅行業，反而在30歲嘅2年，下定決心為到美國去進修入洋，爭取青壯年嘅佢，聽到10幾歲嘅後生人向下學習，心中已經長有慈悲，因此更加敦促自家為比拍攝人更努力。在學校一邊家，佢就視察到拍攝組去旅行，沿登高速公路、老山間小路，去尋自然嘅景物，來驗證內心難嘅感觸。了了感觸，有陣時係冇辦法談話嘅享受，有陣時係梳理老骨頭，有陣時係讓自家嘅心有所寄託。這種感覺啊，我個人可以把它解釋成一種鄉愁的轉換啊，鄉愁。只是呢，我是在美國，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當然，所謂的鄉愁，是因為你離開了故鄉，到一個比較陌生的異鄉異國，才會有所謂的鄉愁的感覺出現啊。那尤其在異國的那段時間，我的這種感覺是特別強烈的啊。所以呢，我在美國念書的那幾年，我雖然看到他們的風景是非常漂亮、很壯觀。可是再怎麼講，也覺得那個不是我的土地啊，所以有時候就會想到台灣的這個土地可愛的一面。所以我在美國朝思暮想，我想要的就是我要有一天回到台灣來說呢，我要拍我以前小時候的經驗記憶留下來的那些畫面。無論身處何方，鍾永光對這片鹽玉記開始創作嘅原生體，總有切唔斷嘅情感。因此，在美國工作多年之後，佢結親老婆娘回台發展。但係當佢回國之後，發現講台灣出現變化嘅種種情況，像係環境嘅破壞、人際關係嘅冷漠等等，讓佢感覺到十分嘅憂心。因此，佢利用入洋藝術嘅創作，開始記錄這片佢所關愛嘅土地。这20年的一个对比，就是《时空边缘》这个系列，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里面我们看到，时间怎么样改变人，怎么样改变环境，那但是他又用一种比较记录摄影的方式在拍，那所以其实很多讯息就直接从影像里面传达出来了。那这个讯息其实都跟这个土地有关。那这是我觉得这一系列作品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隔了20年时空再去看同样的人、同样的环境，它在怎麼變化。那我相信這是攝影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因為沒有其他藝術能夠像攝影達到這樣的效果。從一張入洋嘅門外漢，因為走上入洋之路。入洋作品當中，除了留學過嘅美國家族之外，台灣嘅彰化、宜蘭、台南、屏東、高雄、新竹、九份、澎湖也在提亮之列，希望透過鏡頭底下嘅當下，反映出入洋者對兩片土地嘅體想老關心，也希望在兩方寸之間，讓人重新相思人事變遷所產生嘅感慨。因為他有藝術家的眼睛，他可以從很平凡的東西找到那種感人的元素，那個都是在我們身邊哦。只要你用不同的角度，你用不同的觀點去看，你會發現到原來感動
人的东西，原来它是需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时空边缘美列作品只是钟永光众多作品之一。10多年来，钟永光以高品质的专业冲洗技术，以及营造超现实情景的创作环境，作品纷纷的受到了许多知名企业机构的喜爱。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更获得北美馆、神美馆典藏的肯定。摄影是一个一刹那的一个产物嘛。有一天，人家看你的 style 是觉得很喜欢你的照片那就是一个摄影是一个大众的大家的这个娱乐，也是一个很多人说一踩进去就是一生要到最后嘛。跟明白效果 HP 的总经理在光点演讲接下来你看吴宗宪先生上到太空时代，你拍了嘅理想老目标，已經千辛萬苦嘅達成了。但係期間嘅辛酸歷程，卻係千難講清。不過更多嘅卻係感恩。因此，鐘永光除入營工作之餘，更投入了學術教學嘅行列，積極嘅培養後生人。希望在日本建立到無窮樣嘅陽光世界。中山跟这个孙佩这两位在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们对摄影的这个involve， 就是他们对摄影的一个非常的这个用心，然后呢也教好多后辈，我很高兴。是从我启蒙的两位老师继续在对在视觉艺术方面做很多对于社会、对于摄影界贡献的事情。I saw some books from another teacher, and one of the book was about this teacher, and I liked the book, so I thought maybe I can try to ask this person, this photographer, if I can take a picture of him. It was interesting for me. I think that he likes to work a lot. 從興趣、工作再到教學，鐘永光希望將本身所體會到嘅人生經驗和技術，借由作品不斷嘅傳承下去。雖然鏡頭不足以呈現人生嘅全面，人生當中也常常有起起伏伏，但係對於鐘永光嚟講，你生命嘅生命只係短暫嘅，更加重要嘅係如何在有限嘅時間當中，把生命一個永恆嘅機會，這就是一門最好嘅藝術嚟。鐘永光的人生幾經波折，這樣卻使他的攝影作品變得更加的深刻。在每一個重要的停頓瞬間，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畫面上所傳達豐沛的情感，還有每一個不同的人生樣貌。當然，在認識主耶穌之後，我們在他的作品裡面看到的是上帝的愛，而他自己也沐浴在上帝的愛之中。讓他搶導人客家生活團帶來的這一首《耶穌係主》。耶穌係主，耶穌歌它聽起來非常非常的悠揚，也很舒服。不過耶穌歌本身係好快
然后就要请到哈嘎声乐团的指挥陈建中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首曲子。老师，请高一哈，就像我刚刚说的，要是国外部长还更从后头发所以鼓手你在改这个词的时候，跟原作一定会有一些差距。你也可以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原作者是谁。这一首诗歌呢，本来是这个潘晓玉牧师鸟他写的，那是因为是写闽南话的，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呢，就为了要提供给全世界的客家教会来使用，就有一些词稍微改了一下。那因为我本来听这个曲子的时候，觉得这个曲子非常的本色化，就是很中国化，很有乡土的味道。是，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诗也可以给客家人来唱因为客家人也是需要这位救主嘛。是。就像这首歌名讲的说，耶稣是主嘛。所以我就写了。那在配器方面，大家等一下也可以仔细听哈。我是采用这个中西乐器混合。对，但是这个混合您要怎么样去编制它，让它在每一个乐器的音色上面都可以发挥到最好的效果？对，我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有一些人总是认为要用中国乐器就全部中国乐器，要用西洋就全部西洋，怎么可以混在一起其实乐器只是一个表达音乐的一个工具啦，是看你怎么样使用。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有用这个西洋的长笛还有钢琴配合，然后就接着就胡琴拿进来，因为胡琴很有中国味道嘛，是拿进来。那后来古筝也加进来所以这个曲子至少大家可以听出除了这个西洋的乐器有钢琴、长笛之外，中国乐器呢有古筝、有胡琴、有琵琶，所以合起来大家不会觉得说不能融合在一起嘛？其实不会因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不过我请老师再多加说明的一点就是说，您比方说像您在当中决定要用琵琶的音色，是想要在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帮助这个诗歌的进行？好，这个里面，譬如说长笛或是这个胡琴，它是声音都是比较连的。是那什么时候采取哪一个呢？就是看这个曲子的前后的需要。那等于后面陪衬的呢，就是比较音跟音之间会断的，比如说钢琴还有这个古筝，还有这个琵琶，它声音都哒哒哒哒哒断开。弹拨的音乐，弹拨的，不是拉的，也不是吹的，是。但就是配合起来呢，主旋律是吹的或是拉的就是合起来就很好听。对，就是好像这种弹拨的乐器在里面也可以增加一点节奏感跟气氛嘛，对不对？好，鼓手请大家Q花来唐亚树中西合璧，而且呢经过修改的词东哈嘎风尼的这一首亚苏黑组。
雅俗黑组在陈建宗老师的编曲之下，变得非常的隽永好听，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喜欢呢？其实不管是好听的诗歌，像是陈老师的作品，或者是钟荣光老师的摄影作品，它是听的，或是看的，或是感受的，甚至是吃在嘴里的，只要最重要的要记住的是，你心灵瞬间的那一瞬间的悸动，跟永远不忘的感动。这是我们的目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哈嘎心思，下礼拜还能看到你，看好来关心 and 哈嘎嘅事，下礼拜见。